大家好，我係是非人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嘅寓言故事。從前有一棵蘋果樹，他好愛一個小男孩。這個小男孩每天都跟樹一起玩耍。男孩愛收集樹的葉子，把葉子編成皇冠，扮成森林的國王。他亦時常爬上樹幹，抓着樹枝盪秋千，也會吃樹的蘋果。玩累了就在樹蔭下睡覺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男孩子長大了，他已很少走近蘋果樹。樹覺得很孤獨。有一天，男孩子走到樹下，對樹說：我要買東西，我要錢，你可以給我錢嗎？蘋果樹說：你可以摘我的蘋果去賣，你就會有錢。男孩於是爬上樹摘蘋果，然後把所有蘋果帶走。但樹很開心，因他能滿足了男孩子的願望。之後，男孩很久沒有再來。樹很傷心。有一天，男孩終於回來。樹對他說：在我樹下坐坐，我陪你。但男孩說：我很忙，沒時間。我想結婚，我想要一間房子，你能給我嗎？蘋果樹說：你可以砍下我的樹枝去蓋房子。於是，男孩子把他的樹枝全砍下，帶走去蓋房子。又過了很久，男孩才回來探望蘋果樹。樹好高興，高興到幾乎說不出話來。男孩說：我想要一條船，帶我遠離這個地方。你可以給我這條船嗎？樹回答：砍下我的樹幹去做船，這樣你就可以遠航，你就會覺得快樂。男孩聽了，二話不說，砍下樹幹做船走了。樹很傷心。過了很久很久，男孩再回來。樹說：我很抱歉孩子，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你了，我只剩下一塊老樹根。男孩說：我現在想要的不多，我很累，我只要一個安靜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。好啊，樹一邊說一邊努力挺直身子說：孩子，坐下來，坐下來休息。男孩就坐下來，樹很快樂。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呢一棵樹就係對你一直不離不棄嘅父親。中國人有好多名稱去稱呼爸爸，例如父親、老爹、老豆。老這個字用得真係好啊！根據今文，從老省從子，即係話用個孩子嘅子字取代個老字下邊嗰個備字，咁呢就變成一個孝字啦。備係老人所持嘅手杖，孝則以子取代了手杖，子扶持長者，孝敬侍奉父母嘅意思。說文解字話：孝，子承老也。孝經亦都有云：父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。其實能夠做到同父母將心比心嘅人，又有幾多個呢？唐代詩人白居易就最清楚啦。佢話：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，酣麗兩園間，一巢生四兒。
昔而日夜長，索食聲孜孜。青蟲不已哺，黃口無飽期。咀爪雖欲閉，心力不支疲。雖如十來往，猶恐巢中饑。辛勤30日，母瘦初漸肥。喃喃教言語，一一擦無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。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。卻入空巢裏，周秋終夜悲。燕燕以勿悲，以當反自思。思以為初日，高飛背母時。當時父母念，今日已應知。呢首係我哋從小就背就讀嘅詩，今日仲有幾多人會放喺心上呢？白居易呢一首五言詩係借相燕嘅遭遇，諷刺勸勉嗰啲不顧父母痛苦而獨自遠去高飛嘅人。但白居易強調，要想子女對自己盡孝，自己就應先帶頭對父母盡孝。同樣，教育人者先要教育自己。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呢句說話出自《韓詩外傳》，呢句說話漸漸成為時下人嘅感慨。然而，呢份嘅感慨同埋自責係可以避免嘅。現代科技發達，每個星期抽啲時間打個 video call 俾父母，縱使你好忙，身在遠方，又有何難呢？孝係中國傳統美德，儒家以孝為人之本。樹高千尺而不忘根，我哋永遠不要忘記係邊個用佢寬闊嘅背、厚實嘅肩庇護我哋成長。快樂其實好簡單，感恩就係快樂嘅源頭。父親節、母親節就係感恩嘅節日，懂得感恩，自然知足，自然快樂。祝大家有一個開開心心嘅父親節。如果我嘅分享得到你哋嘅共鳴，請你按讚、轉傳、訂閱及按小鈴鐺。多謝你哋嘅收聽，下一輯再見。